今日帶大家睇3樓連天台，位於重點發展區路邊屋苑單位，全新企理裝修，開揚景觀，交通又方便，即刻同大家詳細介紹。睇睇客廳，單位實用面積大約700尺，客廳空間超闊落，採光勁充足，配合埋屋內現代簡約風嘅高雅裝修，成個空間感望落比實際仲要大。開放式廚房同客廳一體設計，收納空間超多，雪櫃、煮食爐全部預留好。客廳設有大落地玻璃趟門，直出露台，冇遮擋，景觀望晒屋苑內園同遠處山景，完全係一種享受。再睇3間睡房，全部擺到雙人床，再加大型衣櫃，都仲有剩餘空間。企理裝修，直接搬家私入住，唔使翻新，慳時間慳金錢。每間房空間平均分佈，靈活性極高，生活質素即刻提升幾個層次。之後體育室，呢個係其中一間廁所。單位係3房2廁設計，全部設備全新，日常打理超輕鬆。最後講成間屋最大加分項天台，面積超大，可以打造專屬空中花園。週末約親朋戚友燒烤，開小型派對，氣氛超正。呢個天台真係可遇不可求。重點發展區配套越嚟越完善，無論係自住定係投資，前景都係一片光明。路邊屋苑交通極方便，約700尺3房2廁，連超大開揚天台，市面上真係可遇不可求。心動嘅朋友立即打個電話嚟置業嘉約睇樓啦，千祈唔好錯過呢個難得嘅好機會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